我聽過一件事，有個朋友爭人一大筆錢，個債主過咗身之後，佢諗住可以翹手淨腳唔使還，點知個債主嘅仔女攞住佢老豆生前寫低嘅日記同錄音，照樣去法庭追訴。你知唔知原來而家法例話，就算係過咗身嘅人，佢生前寫落或者講過嘅嘢，只要同單案有關，好多時都可以當作證據攞出嚟用㗎。即係話啲遺言日記，甚至係同朋友傾偈嘅錄音，只要能夠證明到係死者嘅真跡或者聲音，法庭係會考慮㗎。所以你唔好以為債主死咗就冇人追到條數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有親人過咗身，佢生前同人哋嘅錢銀交易，最好盡快揾翻晒啲文字記錄或者錄音備份，特別係嗰啲手寫嘅數簿或者隨手寫低嘅 memo 紙。可能就係追翻筆錢嘅關鍵。你話呢啲係咪真係要留個心眼？